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月13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1章13到15节。则专家或爱家。 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诗篇143篇8节。求你使我天天记得你的慈爱，因我信靠你。求你指示我该走的路，因为我仰望你。有2只乌龟在田边相对，一动也不动。有一个农夫对一旁的专家说：他们呢在比耐力，谁先动谁就输了。这专家看了看，指着一只乌龟壳上面有甲骨文的乌龟说：据我多年的研究啊，这只乌龟已经死了5000多年了。另一只乌龟听到了，就伸出头来说：死了也不说一句，害得老子在这边干等。装死的乌龟这时动了，哈哈大笑：你输了吧？专家的话你也信啊？这个虽然是一则笑话吧但我们人就是这么有限，是吗？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我们总是会想：哎呀，人家专家或许你会想，你说的是专门骗人家吗？所以专家其实他不是故意骗你，而是他可能是他知道的很有限，真的知道很有限。亲爱的大家，我们有没有听到刚才那片头曲？音乐牧师非常喜欢它是透过长笛，很妙啊。那长笛不就是一个管吗？上面几个洞它有这个头管有管身有尾管，就这样子的结构，然后有洞，经过气，人的气吹进去，再加上手指，哇，它竟然可以有很柔和、明亮、轻快的音乐。哇，这个真的是从这些音乐里让我们心情很愉快也让我们可以透过音乐可以更认识这位神。我们有没有发现那个片头音乐里面其实是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飞鸟》，音乐牧师有连结在我们最后的诗歌里面。这是一对姐妹，曾经在我们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有来带领我们音乐的一个礼拜。这个飞鸟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过饮食吗？身体不胜过衣裳吗？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聚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都要加给我们。我们如果先知道了这些，那么我们今天经文的以斯帖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大概就知道他该怎么做，他该选择什么。但我们今天的经文走到了我们前2天看到，宴席开始欢乐之后，他本来心中快乐才短短3节，马上就这个心中有怒火中烧然后他就气得他的面子挂不住，王后竟然拒绝他的邀请，甚至是拒绝他看作是命令。
那么今天经文就说，王有一个惯例，每遇到有关法律跟社会秩序的问题，常征询专家的意见，所以他召集了熟悉这些问题的几个顾问来。他最亲信的顾问是贾士拿、士达、亚玛他、他斯西斯、米利、马西拿、米木干，这些人是波斯和米底亚的7个大臣，常常接近王，在王国内居最高职位。王问他们，我亚哈水鲁王曾经派太监传令给王后瓦斯汀，他竟拒绝听从。根据法律，我们该怎么处理？哎呀，这是他跟这个配偶的事，但他今天竟然把他拿到了这个算是变成公事哈，私事变成公事，这个就不得了了。本来就是爱家，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家就解决了，但我们却想问专家怎么做。我们会不会发现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还好像似曾相识，好像我们也常常遇到过嘛我们过年快到了这个很多的亲族之间、家人之间在一起的时间一久生活的很多的细节习惯也好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可能核心信念不一样，或者是每个人的原生家庭或每个人的这个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就会有许多的冲突，是吗？那如果我们这个对家里的这种彼此爱的关系，要把它扶上台面，是请教这些专家。当然专家是有他一定的研究或者是建议，但重点还在于我们优先顺序有没有弄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片头这飞鸟一样，我们是不是知道神看重我们？那我们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优先顺序，其实在家庭里面我们一样有优先顺序。如果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其实很长时候面对该怎么处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慌了我们的阵脚，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我们的心所求是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心所求的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需要的是神，我们需要神的爱，神要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神要我们以他的想法出发，他看重我们，我们就不忧虑，因为我们常常情绪是来自于忧虑，来自于我们有很多的坚持，而这个坚持是不是真的是神所坚持的呢？还是只是我自己觉得我的自动化思考我要这样坚持呢？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像今天祷告的经文，我们天天记得主的慈爱，因为我们要信靠神，他必要指示我们该走的路，因为我们仰望这位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默想，当我们面对该怎么处理时，我们不能失去的是什么？我们决定要信靠的是谁？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现在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我们心所求是主你圣洁的同在，我们心渴慕的是主你至圣话语，我们天天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说说，主，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不能失去你，我们更不能失去主你给我们的人生优先顺序。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一些你看重的东西，主你都要加给我们，而主你不看重的东西，
我们也能够放下。谢谢你帮助我们，你是生命中爱我们的主，我们选择要来跟随你，你要指示我们该走的路，我们仰望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就像这首诗歌一样，飞鸟，我们知道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比他们贵重的多，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我们专心依靠我们的主。我们明天见。